如何將 MOV 轉換為 MP3？訪問 ezzip.com， 點擊轉換，然後選擇視頻，進入 MOV 轉 MP3 頁面，點擊選擇 MOV 文件，進行轉換，打開文件選擇器，或將 MOV 文件直接拖放到 ezzip 手面上。點擊轉換為 MP3， 轉換過程將開始，具體時間取決於文件大小。點擊保存 MP3 文件，將轉換後的 MP3 文件下，再到你選擇的文件夾。就是這麼簡單，我希望這有幫助，請點擊徽標並訂閱，這對我們來越意義重大。